陶洋变啊，改讲改到陶洋人所施嘅环境也睇改变。系艺术家也系家比点头家嘅蔡依群，一路前面另外两个艺术家用木匠用嘅材料、木匠用嘅呈现方式，用新陶花叶做主题来讨论陶洋境界嘅情形，还个读到按多乜嘅问题。而家比点规则嘢唔开点嘅，拿来做美术馆。透过作品想要带领去看嘅人，向下面看起来按有发展嘅后辈，真正嘅陶洋系乜嘅？也有为系陶洋人上爱嘅客。桃花源的花其实是模糊的，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就是要定焦于桃源。对，那新这个字就是有在讲说现代的桃源是什么。新结构后嘅土壤改變嘅動家，了解改變實來係好也唔好呢。升格直辖市以后，我们都会有很多大型的建设，那我就会去找桃园几个很重要的地段。那这些地段就是大家所谓的好的投资的地段，那这些地段会带来所谓的物质的享受。土壤到底係用嘅素材，也係正規為門土壤嘅外界係用嘅土壤呢。我们到国际机场，或者是到青浦的高铁站，其实没有比台北人还要快。好像它的桃花源比较是倾向某种经济发展的桃花源。也係採自圈嘅水稻模型，水稻嘅意思係講土壤本身係做當到被通嘅素材，未如水來辯論講，來到倆存錢會存到公共館。用作品點出土壤倆下嘅刺激老問題，出場係倆嘅世界污染。採自圈講土壤嘅污染易多，唔過單單係佢來會存錢嘅。我投下去的就是同意它是我要投资的一个标的，那但是有一个反转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投它，你投的越多，我们的这个标的就会慢慢的淹满。投资它是真的会更好的生活，还是我们投资它，反而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差？媒體嘅過程當中，因為想到眼到乜嘅冇腦，按樣嘅土發嘢會搶喺表面後，可以來嘅按落冇腦。發展到東一嘅土壤，新嘅建案亦解散嚟至解來，採自血用嚟3年去掃廣告傳單，當個自己宣傳粉絲，下到從市容。走幾步會到學校，走幾步會到大眾運輸，會有類似這樣的宣傳。那我就會把它收集在裡面，它就變成是另外一種桃園的桃花源。覺得很荒謬，可是他們又嘗試把文筆寫得很好，那再加上大家都可以知道說，台灣這陣子的房市啊，或是一些問題，就會看到，就會覺得格外的諷刺。展覽空間變唔大，本單也是係自己嘅比較，前日來採自血一起用日本高流平台嘅困難來見證，5月係那前天經驗之爭年，請採聽藝術家強下來展覽，老家比較變做韓天世界嘅美術館，韓中土壤面投放演技度嘅意見，來打造展場空間。这个入口就这样连接到2楼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，所以就是我们模仿了陶渊明刚刚上述提到那个文本里面那一段话，就是初极狭禅通人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洞口其实非常的狭小，那就是一个洞穴的概念哦。复隐数十步的概念就是往上之后，然后豁然开朗，所以上去之后打开门就会看到不同的一个景象。其中歐容文匯嘅解掉藝財富嘅，其中領提欠三，啲解掉書係動站到嘅素材，你下甜甜嘅模體嘅回數，成為溜溜記溜撈住面下來。他其實是在尋找他的土地的桃花源，他很關注桃園的環境跟土地的關係，呈現一個消逝的一個風景，所以它的風景看似很美，但是你仔細去看，其實這個風景都已經是在消逝當中的。他穿的是可能是早期的一個服裝，然後他的坐姿也是比較傳統的那種坐姿，然後感覺有點那種穿越時空的感覺，所以是一種蠻奇妙的一個衝突感。喺
還有馬界係你唔是注意個嘅土人咯，只為咗透露，大禮拜為啲邊橋土人出現，廖博士發現土人係全台灣醫股最多嘅上市，唔講佢對醫股全冇了解，所以佢開始嚟影響國文計劃，透過安嘅輔圖，希望了解下到醫股概估。大概有放幾張我之前已經做的計劃，那第一張就是中英文，然後接下來我找了各種語言，譬如說像這是印尼的朋友，印尼文然後還有越南語、越南文，對，然後包括泰文。雖然準備到動車，唔過接收印度唔接受。I want just take a picture. Can I? A short time. Can you? 因為語言的隔閡，然後再來就是說，他們也會比較害羞，因為在一個陌生的環境，所以有時候我會到他們比較習慣的環境，譬如說東南亞的商圈。我有一個計劃，然後我想要畫你們，可以嗎？那個我等一下，你看一下這個，你可以看，你是來自越南嗎？90先公處理街路行會是類話，話好嘅相處數字股，喺長期留下到現代嘅世界，係要對台灣嘅印象。透過醫股看到嘅來講台灣，就為以報名韓老廖博士做評注。小漂亮呀！好，那可以請你們那個寫一下你們的名字，還有你來自哪裡，然後簡單的一句話，可能跟台灣或者是什麼，或者是介紹你自己的工作都可以，好不好？這個是你的對介紹。寫越南的。對，寫越南。有時候他們要去哪裡玩，有時候我說我有興趣，他們也會邀請我去跟他們一起玩這樣子。我想要告訴大家，其實是說，其實可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跟他們接觸，只要大家願意的話。掠到新世界、全冇體界都地土人，當台藝術家透過彩庭藝術創作，我已看到最真、最直接，係那大部分藝術可能從來唔是去從事過嘅土人，為改變無助投降，看嚟到嘅現象，論美國、韓國簽土人正經嘅土發言。